好，亲爱的姐，大家平安，小朋友平安，哦，好棒。好啊，真欢喜，大家拢会当去组织伫遮来相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做礼拜。啊，咱看外口乌云乌面天啊吼，未来一礼拜拢应该会随时会落雨吼，请大家出去的时阵拢要较细腻的，啊，要记得带雨伞吼，要带雨伞，免得变成落汤鸡啊。好，咱即马要开始咱的礼拜，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主你即时甲阮同在，阮入来你的圣殿，甲阮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而你。主即时安静阮的心，透过牧师的讲道，兄弟姊妹的分享，来更较明白你。求主你，互阮今日礼拜了后，未来一礼拜拢会当活出你的性命。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后早平安。咱今仔日搁开始一个新的一天，要来敬拜主。咱首先来做伙练诗。拄好，咱今仔日要练的3首诗歌，拢是咱平时已经唱了真熟啊，所以咱着好好来享受，互咱的声音会当烧热起来，内心会当火热，然后好好啊准备心来敬拜主。首先，咱先开345首，345首。阮心欢喜，吟诗出声。咱着做伙将这3节的歌词，咱拢做伙唱，因为咱家真熟啊吼。这是咱的约定诗，咱着这首来做伙3节拢甲唱好完了。来，准备。阮心欢喜，吟诗出声，阮的祈祷求主听，求你常常甲阮徛起，你空阮手相同行，你空阮手，你空阮手，你搭位空阮同行。阮若拄着忧闷艰苦，求主使阮来看顾，互阮知你甲阮徛起，使阮开力来保护，使阮开力，使阮开力，你使开力来保护。阮若拄着悲伤病痛，也是困难地行兄，让阮知你甲阮徛起，你照顾阮的用行，你照顾阮，你照顾阮，你照阮用行。感谢，然后咱来先开201首，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的，而且咱有唱过足侪无同款的版本。圣诗的版本应该是咱上熟的，所以咱同款5节咱拢甲自头唱到尾，咱好好来享受这首歌。上主
食，我无减过一件，一喙草布，互我行去，带到安静水边，互我灵魂静应自我，带我行伊的路，我虽行过生命山谷，免惊死无向我。虽有危险，免惊灾害，因为愿做同在，因你的棍高烧无平，应该安慰父亲。对着面前百姓声，互我同行到了，伊我头壳应流来我，互我的陪满满。阮连主边，你靠给我，到今一生无山，我要永远快乐安乐，应受上帝的主。真好，咱数接献到608首，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奇妙恩典何等甘甜。这首歌嘛是咱拢真熟的歌，咱可能真侪人自细汉唱到大汉，所以这算咱做基督徒唱的歌内底的基本款啦吼。这首歌甲头前迄首歌，拢有我一个真大的感动，因为这拄啊好，拢是写作的人，毋是伊专业的作词者，伊是经过真侪人生的风波。比如讲，这首歌的作者，伊是 John Newton， 伊是原本大家拢听过这个故事，伫非洲载黑人落地去到美洲的船长。伊到了人生的尾站的时阵，伊开始来反悔，所以写了这首歌，所以会当对内底感受到伊的对上主的迄种反悔，以及伊得到恩典至深至大。以及头前迄首是代笔写的诗，就是伊受到扫罗追杀的时阵，伊所写来对上帝。掠上帝最唯一的倚靠，迄种见证，一般人写出来，迄种见证至深，迄种对信仰经过人生的经历做出来见证，写出来诗特别的感动人。所以咱做伙来享受这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咱共款5节拢甲唱互完。奇妙。
咱准备先开始今仔日的礼拜。我要行往黄山，我的房产对倒落来，我的房产对摇发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也无困去。
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请咱来念圣诗345首，圣诗345首。阮心欢喜，吟诗出声，阮的祈祷求主听。在你常常甲阮徛起，你牵阮手三同行，你牵阮手，你牵阮手，你逐位牵阮同行。请咱念圣诗345首，请起立。阮心欢喜，吟诗出声，阮的祈祷求主听。在你常常甲阮徛起，你免阮手三同行。你牵阮手，你牵阮手，你逐位牵阮同行。阮若拄着忧闷艰苦，求主使阮来照顾。互阮在你甲阮徛起，为咱来保护。你使阮为咱，你使为咱来保护。阮若拄着异常若是困难的行影，赞阮在你甲阮徛起，你照顾阮的重病，你照顾我，你照顾我，你当辛苦阮荣耀。请坐。咱即是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经文嘛有吼，伫酒杯第7面嘛有。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这里全能爸上帝大平，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这是来启用圣诗后面启用文第47，也就是以赛亚第49章启用文第47篇1083面吼，圣诗后面，因着咱三个来启用。众海岛啊，就听我的话。我伫胎年，上主就拣调我。伊互我的喙亲像内刀，佮互我诚做磨尖的剑。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要搁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伫胎年，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于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
那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我做立邦的光。请咱过来念圣诗，圣诗201首，新圣诗201首。上主做我好牧者，上主做我至好牧者，我无欠缺一件。青水草坡，互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请咱起立来念全首。请坐，这是要来请儿童做者来献诗。今仔篇的诗是一追是谁？
是啥物人有前面会看见，摆脚会行？是啥物人互忧伤的会得到医治安慰？是主耶稣。可能这是咱当心压头的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万人拢尊你的名做圣，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也是掌管一切的主宰。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圣日，感谢你，互阮会当放下一切的事务，来到你的面前。亲爱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听世间人，找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来到世间。互见若信你的人会当得到永远活，你即款的听是何等的大！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公义的主，你的信息永远袂改变。求你帮助阮，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的苦难甲需要，无互不义、骄傲、自私来污染阮的心灵。求你赏赐智慧、勇气、气力，让阮拄着心神软弱、野心的时，还是孤单无助的时，互阮会晓过一摆仰望你、倚靠你，领受伫你内面迄款的慈爱甲丰盛。因助阮经历伫你内面完全的交托甲平安。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你拢甲阮同在。亲爱的主，伫日常生活中，若受得罪你，也是得罪人，阮伫你的面前反悔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阮，用你的宝血，搁一摆洗清阮的罪。也阮伫试炼中，会当靠主来得胜，伫苦难中有勇气甲吞忍，帮助阮，互阮日常的生活拢有行出你的款式。天父上帝，阮的这时阵，阮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你赐落，或者执政者以及政府的官员，互因伫制定国家的政策时阵，有你所赏赐的聪明智慧，互因有正确的判断，用公平无私、疼心甲公义来治理国家，互生活伫即个土地的百姓会当平安喜乐。我了为着教会中有病痛、身体欠安，还是大医院兄弟来祈祷。求主看顾，用你大能的圣手医治扶持心神软弱的安慰因，也帮助因照大人的欠缺甲需要。但愿将今仔日一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求你甘纳赐福。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请赐阮平安。这是咱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23章第3节到16节。创世纪23章第3节开始到16节。现在我来读。后来，
亚伯拉罕对死人的面前起来，甲迄人讲：我伫恁中间是寄居的出外人，求恁伫遮，互我一个所在做场地，通埋葬我的死人，互我无阁看见伊。迄人应亚伯拉罕甲伊讲：我的主，请听，你伫阮中间做上帝的墓碑，出在你伫阮的场地内选第一好的来埋葬你的死人。无一人毋容阮你伫遐，伫伊的场地内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起来，对迄所在的人，就是迄人，就合作按腰，对因讲：恁若有意思要互我埋葬我的死人，互我无阁看见伊，就请听我，替我求所哈的囝以弗伦，将伊的田头卖比拉的血互我，伊通照足额的计数卖互我，互我伫恁中间有业，通做墓地。第10节，当时以弗伦坐伫迄人的中间，对迄碟迄人的以弗伦伫一切入伊的城门的迄人的面前，因亚伯拉罕讲：毋免，我的主听我，我要送你迄躯田，连迄内面的血也互你。伫我同族的人的面前，我互你通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伫迄所在的百姓的面前按腰，迄所在百姓的面前对以弗伦讲：你若肯，请听我，我要将田的价钱互你，你着收，互我通伫遐埋葬我的死人。14节，以弗伦应亚伯拉罕讲：我的主，请听我，田价值的银400舍客勒，伫你我的中间要算什么？做你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听以弗伦的话，照伊伫迄人的面前所讲的，将买卖同样的银拼400舍客勒互以弗伦。以上是咱请牧师来讲道归属的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都引带阮行伫你的道路顶面。这是阮自执，愿主你的信心伫阮中间运行，帮助阮对你的话语中间来明白你的心意，互阮伫阮的生活中会当活出对你的荣耀甲见证。愿主亲身来看顾阮，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顶礼拜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通过了上帝的考验。你还记得迄是什么款的考验吗？是对伊啊献伊的囝以撒的这个考验。对这个考验了后，咱看到上帝的确应允亚伯拉罕。这个应允是应允亚伯拉罕有后嗣，这个应允是应允亚伯拉罕伊的囝以撒。要实现这个应允的一个开始，所以咱看到伫这个整个亚伯拉罕的应允的中间，对以撒出生，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事件了后，今仔日的故事，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23章的这个故事的经文，其实就是要对这个故事的主题，应允有后嗣的这个主题。要暂时停伫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咱今仔日所读的是要讲到一个土地的这个主题。咱看到，当亚伯拉罕一家人，其实咱看到故事到这个时阵的时，因拢无有家己的土地，就是当因，予
互上帝呼召一路一直行的时阵，因拢无属伫家己迄个真正有的即块土地。伫上帝带领下面，因无停，一直咧行。上帝爱因去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虽然伫即个时期，因住伫即个迦南地，因嘛住了一段时间，但是即个所在，敢是真正是亚伯拉罕因一家人会真正归属的地呢？一般来讲，咱拢会将咱所徛起的即个厝，咱会认为伊是啥物？咱会认为伊是一个会当避风遮雨的所在。每一天咱出去，当咱转来到即间厝的时阵，咱会甲称呼做伊是咱家己的厝，是讲这是我们的家。总是即间厝体，毋那是只有外表的厝尔，毋那是讲安尼建筑物尔，实际上伊应该还佫有其他的部分。咱才好多感觉讲，伊是一个互咱有归属感的所在。当亚伯拉罕的故事进行到这个所在，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阶段，敢若要到一个终点，咱也回顾对过去咱所读的创世纪12章第1节，一直到顶礼拜22章的这个中间。对一开始，亚伯拉罕相信这个应允，到上尾22章，正上帝应允伊有这个护士，而且伊接受到上帝考验。所以这整个的应允，咱对12章到22章，咱真实去看到上帝实现亚伯拉罕对伊生命中的这个应允，然后这个时刻。伊要将这个应允传予伊的后生以撒，就是讲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伊要结束啊，要进入到以撒的时代。那呢，爱面对的是什么呢？说接落来，咱可能几个礼拜咱去读到这的经文，就是爱有一个传宗接代、传承落来这个议题，以及要面对。人生上尾终点的死亡的议题，所以当咱看到亚伯拉罕伊一全家住伫迦南地，经文讲伊是寄开寄居的，伊无家己的土地，但是伫即个时刻无家己的土地，若讲伊敢若寄开无啥物问题，伊就暂时住伫遮尔。总是当亚伯拉罕伊厝内底的人有人过身了后，无家己的土地，通好互伊会当安葬伊的厝内底的人的时，那呢有土地甲无土地的情形就无共款啊。伫创世纪23章内面，是上帝应允亚伯拉罕整个的旅程的中间，亲像咧即个结束进程的一段记载。伫这段记载的内面，咧描写着亚伯拉罕为着伊的某撒拉埋葬的这件代志。撒拉，咱若可以对圣经来看撒拉过去的记载。这个记载内面，其实当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到22章内底，有几个所在，咱看到撒拉伊安怎咧表现呢？就是当亚伯拉罕伫埃及的时阵，伊会记得亚伯拉罕伫埃及，伊惊埃及的人会杀伊，会害伊的性命，是因为伊的某会有缘故。伊讲伊的某真水，所以爱甲埃及人讲，这是我的小妹。撒拉嘛同意安尼做。伫离万的时阵。当上帝天使对因阿某讲，伫明年的这个时刻，你一定有一个后生，而且是对你的某撒拉所出的。撒拉的反应是甚物？伊对伊的心内笑出来啊！伊佫讲：我已经过了会生的这个年岁，
敢会当生囡仔呢？莎拉无相信这个应允，但是咱看到上尾，当以撒出生的时阵，莎拉真欢喜，别人来讲上帝真正应允我。莎拉伫这个世间活了127岁，迄个时期因住伫迦南地希伯伦。当莎拉过身了后，咱看到亚伯拉罕真痛心咧啼哭。虽然过去伊对莎拉是这种的状态，总是看到亚伯拉罕咧啼哭，知影因的感情真好。然后经文记载讲，亚伯拉罕离开迄个所在，离开迄个坑莎拉伊心思的即个所在，去到赫人的迄个地方，对因讲，亚伯拉罕安尼对遮徛伫原本即块土地赫人安尼讲我是伫恁的中间是一个外人，是脚骹伫即个所在外族的人。亚伯拉罕甲因讲，求恁，互我有这土地，有一个所在，来成做一个坟墓的即个地，会当互我来埋葬我的某。伫早前，伫因迄个时代，脚骹的人甲当地的人，因是住伫同一个区域、同一个城市。脚骹的人会当享受甲当地人有同款一部分的同款的权利，但是通常因袂当有土地。所以，当亚伯拉罕伊想要得到即块土地，伊爱得到在地的人的允准，而且得到即块土地，亚伯拉罕心内所想的，毋是迄个免费的、毋免钱的，也是讲摕到人送互伊的。伊要得到的是爱有即块土地的所有权。伊有所有权，伊才有法度来成做伊要埋葬伊某的即块土地。咱若对和合本圣经伊的翻译，伫即句讲，伊无伫我的眼前，他不在我眼前。这是亚伯拉罕要对迄人来表示讲，伊想要真紧、做真好的即个方式，将伊的某安葬在即个心愿。就是伫当时的人，当因厝内底有的人过身了后，厝内底的人会伫真紧、真短时间，1-2天内面，就会将即个遗体放到坟墓的内面。但是亚伯拉罕伫即个时期，伊是脚骹，伊无土地，伊无法度做即件代志，所以来真紧来买到即块土地。咱来看。当亚伯拉罕互上帝呼召，伫过去的这段旅程的中间，伊一直拢是脚骹，伊一直拢无家己的土地。咱来用俗世、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到底倒位是伊的归属的土地呢？倒一位是伊归属的所在呢？咱有定定听人讲死无带来，死无带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这个死亡的议题一直拢存在伫咱的中间。我毋知咱大家是怎样咧看待这个议题呢？当我搁伫升学院的时阵，要安怎面对这个死亡？要安怎来协助办理这个丧事？其实伫升学院内面无教我要安怎做，无教我要安怎来陪伴，无实际来参与伫遮的所有的一切礼拜的中间。有的是迄个课本顶面咧写的尔，一直到教会，我来到教会受差派。才开始真正来接受着、来参与着、接受着对临终的进程，伫病院也是伫厝内底，咧陪伴厝内底遐个家属，
甲礼仪公司的接触协调，爱办理追思礼拜的时间日子，等这所有一切，拢是后来一步一步，经过几多的时间，以及差不多100多场的礼拜。伫即个整个过程中间，互我深深真感受到，咱人是寄卡伫即个世间的，我嘛是寄卡伫即个世间其中的一个。咱通常，咱若是讲到即个时阵，有人讲啊，莫讲啦。总是我相信，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对即个议题，咱袂排斥。所以我知影。咱通常会备办咱要火化了后，也是咱要土葬的所在。咱若以咱教会来讲，我知影侪人已经备办伫金山的平安园，也是讲有人侪咧推广的遮个用伫埋葬伫树仔下骹，也是花园的下骹。这拢是咱会选择诚做咱人生旅程上尾安息的所在。不过，伫咱寄卡的人生的中间，无论伫咱人生的任何的一个阶段，咱拢是咧找迄个归属。伫咱做学生的时阵，咱有共款的同学的团体；当咱咧工作的时阵，咱有工作的同伴；咱伫厝内底的时阵，咱有咱的亲人；咱伫教会、咱的信仰的团体内面。咱有共同的目标，所以，互咱整个人生的寄卡的这个过程中间，咱袂失意，因为伫某一个时间点，咱拢会伫咱所归属的这个团体内面，找到咱伫世间的意义。撒拉就找到伊生命的意义。伊的生命意义，就是上帝所赏赐伊的囝以撒。撒拉完成了上帝应允，嘛实现了上帝应允。所以，当希灵听到亚伯拉罕想要来买土地的时阵，要来安葬撒拉的时阵，咱看到经文讲：“我的主。”其实这是对亚伯拉罕的尊称，称呼伊是一位有能力的领袖。一位伟大的人物，所以希灵甲伊讲，请你伫阮上好的这个坟墓的墓地顶面来埋葬你的某。阮无一人会拒绝你伫伊的墓地来做这项代志，阮拢真愿意。希灵对亚伯拉罕，其实是咱讲极其大礼遇啊，对伊真好。因愿意互亚伯拉罕来使用因的土地，但是使用土地，因却无希望亚伯拉罕会当得到因土地的所有权。这是甲当时的风俗有关系，因为只有共一个族群中间的一分子，才有迄个资格有土地。所以对当地人来讲，土地是卖予外口的人。迄人的意思是，阮无要卖土地予你，但是你会当使用阮的这个墓地，你只有使用权，你只有使用权，你没有所有权。亚伯拉罕听有因的意思，所以就徛起来，当地百姓甲伊压头，甲因讲，借着压头这个动作来展现伊的诚意。伊讲：你若愿意，互我伫这个所在埋葬我的某，那呢，请你听我讲。其实亚伯拉罕心中已经有属伊的所在啊，所以讲为我这个所下的囝以弗伦来请求，将伊迄个产地的迄个尾流的迄个所在，伫迄个边边角角迄个所在，有一个麦拉比洞，即个穴伫即个所在，伫即个崩坑的内面，
请伊按照着实际计数来卖互我，互我伫恁的中间会当来做即个代志。阿伯拉罕请在场的人来甲以弗伦讲，说服伊将即个地来卖互伊。麦拉比伫原文的意思是双倍，所以应该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咱讲的一个山洞，一个洞穴，会当真做分墓地的一个真好的所在。这个所在伫即马传统顶面，拢认为是伫希伯伦有一位伫阿伯拉罕的这个清真寺的下骹，这是一个地名。所以阿伯拉罕要用一个市民的这个市价要来买，伊展现了伊有这个决心甲诚意，要来买这个土地，要来取到这个产权顶面。所以阿伯拉罕期待以弗伦会当开价，会当开一个计数，双方会当来议定这个计数，然后又当照着这个计数来购买这个土地。以弗伦甲其他的人徛伫城门口，城门口是有侪人出入的所在，所以伫迄个所在会当互侪人听到阿伯拉罕甲以弗伦因所讲的话，真做即件代志的见证人。一般来讲，当时的城门口是一个市集，是一个广场，嘛是侪人双方伫遐立定约束、协调事务、处理律法纠纷的一个所在。所以以弗伦就对阿伯拉罕讲：“伊讲先生，请你听我讲，我送你即块土地。”连迄个产业的血嘛送互你，我伫我的族人，我的遮个亲族的面前送互你，会当互你埋葬你的某。咱若对翻译过来所看，送伊毋是真好吗？总是即个原文内面，即个毋是送互伊，毋是将所有权送互伊，迄是因为以弗伦用一个馈赠的方式，互阿伯拉罕免费来使用，毋是迄个所有权转移到阿伯拉罕的身躯顶，而且即个免费的使用，伫以弗伦若过身了后，就无保障啊。所以咱看到以弗伦虽然一方面感觉真慷慨表现出来。实际上，伊犹原无愿意阿伯拉罕得到即块土地的所有权。这是一个协调的过程中间，这是一个协调的过程。阿伯拉罕清楚知影对方的意思，所以咧，佫一摆展现伊的诚意。伊用对方甲在场所有群众拢会当听到的声音。来表明家己要购买即块土地真强烈的即个意愿。以弗伦即时甲讲，伊讲先生，迄块地呢，价值400，咱讲舍克勒。然后伫你我的中间，这算什么呢？请你将你的某安葬放伫遐。阿伯拉罕同意即个计数。所以，就是正人的面前完成了这块土地的交易。400舍克勒是一笔真大的钱，大约是当时的人，伊可能是几十年的收入。我想，当以弗伦咧讲出这个计数的时阵，这个可能毋是这块土地真正的价值。有可能是以弗伦想要借着这种天文数字的计数，要互阿伯拉罕知影讲伊无法度买，然后就无来买这块土地的念头。但是阿伯拉罕伊需要是一块会当安葬的所在。这块土地毋是干那为着伊家己，嘛是将来整个家族的归属的所在。
阿伯拉罕、甲以撒、甲撒拉，因的人生故事，伊对哈兰开始受上帝呼召，一路经过上帝的带领，行到希伯伦。上尾要用这个所在，成做因上尾的处所，要成做后代子孙会当来回顾祖先的一个所在。虽然经文一开始咱所读的，阿伯拉罕表明家己是一个寄卡的，看起来敢若真孤单，看起来敢若无通倚靠。不过，咱毋通袂记哩，上帝一直拢咧带领阿伯拉罕，上帝拢一直甲阿伯拉罕同在。阿伯拉罕虽然经过侪侪代志，阿伯拉罕看起来敢若无属于家己即种土地的产业，伊无一个归属的所在。但是上帝是伊上大、上好的靠山，嘛是上赞的归属的处所。虽然对信仰的角度来看，伊转到上帝的怀抱，就是来到永远的所在。各位兄弟姊妹，永远的厝，永远的家，毋是迄块钢筋水泥所砌盖即种建筑物，嘛毋是伫平安园，嘛毋是人肉体无呼吸了后安葬的所在。永远的厝，是伫天顶天父上帝的厝。伫咱每一个人的人生的旅程中间，无论咱伫什么款的时刻，其实拢是有一位会当互你会当休困的所在。咱若用教会来看，教会是一个带咱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信仰的团体。教会是一个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来领受上帝真理甲稳定同在的群体。教会是咱每一个人伫咱人生的路途顶面的起起落落、风风雨雨的一个时阵，你会当来休困安休的一个所在。过去有人捌问我讲一个代志，伊问我讲：牧师，咱要安怎互人来到咱的团契？咱要用什么款的方式，互人来参与伫团契的聚会？咱大家认为咧？咱认为咧？咱要安怎互人来参与咱的团契？咱要互人怎样来参与伫咱的教会咧？我个人安尼看，咱家己形成家己的方法。咱形成咱的模式，然后咱就发展出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特色的。咱有一个特色的，无论这个特色是过去传统所习惯的这种方法，也是因为参与的人会无共，会留下做一点仔改变，总是咱会发展出家己真特别的一个特色出来。每一间教会拢有同款名称，也是同款属性的这种团契，总是每一间教会所发展出来，拢无相共。所以当咱咧看咱家己教会的时阵，看咱每一个团契的时阵，我毋知咱有发现咱的团契、咱的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方法，有一个真特别的氛围伫个无？若你有发觉，我相信，咱就真自然会吸引人来加入。所以，当我咧看咱教会、咱的少年团契、咱的妇女团契、咱的社青团契、咱的玛拿团契、咱的少年团契、咱的主日学、咱的圣歌队、敬拜团以及亲子小组，其实我看到侪兄弟姊妹拢参与伫即个中间。而且，因为恁每一个人的参与，就形成了每一个团契拢有真特别的特色伫个。伫这个中间，我深深感受到，虽然咱是一个寄卡的人生，
总是咱伫教会内面找到迄个信仰的归属的所在。有一句俗语安尼讲金窝银窝，有人心内咧想后一句是啥？不如自己的狗窝。其实咧形容是，任何所在拢袂得比家己的厝遐尼舒适。当咱暗时咧困的时阵，咱困伫家己的眠床是上舒适的、上自在的。咱若出外旅行、出差，上尾拢爱转去到家己的即个被窝的内面，因为咱才有法度真正好好的休困。各位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的道路顶面，倒位才是你真正归属的所在咧？倒位是你真正归属的所在咧？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每一个人，你保护看顾阮。虽然阮知阮伫即个世间，阮知阮是架脚伫即个中间，总是阮知阮上尾要转去到天父上帝你的厝，迄个是一个极好无比的所在。迄个是阮每一个人真正的归属的处所。愿主你帮助阮，互阮虽然伫即个世间，阮会拄着侪恶担当的事，总是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阮会当伫教会团契的中间，阮会当彼此扶持帮助，彼此鼓励。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救赎的愿望，拢伫阮的内面。互阮无失去即个愿望，互阮有即个气力继续向前来行。愿主亲身看顾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念圣诗，圣诗608首，圣诗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救我脱离罪愆，前我失迷，打得回归，失明打得看见。圣诗608首，请咱起立来念全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救我脱离罪愆，前我失迷，打得回归，失明打得看见。这段恩典，甲我敬畏，行兄一面做安慰，这样救恩实在宝贵，我心就得恩惠。经过最凄凉落网，危险要我可他，最稳带我安全稳当，看我面的失败。等我肉体心心碎悲，我命要花的心。
日更照摩地，欢喜今时尊照彼，无落到万万年。请坐，这是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对上帝恩典领受了的回应。你若是头一摆来，也是你无清楚奉献的意义的时阵，请你免奉献。因为奉献是出于甘心乐意吼。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大先请咱来念这礼拜的金句。伫金幕头前有吼，也是招无第二页。来请，就将你的担卸予耶和华，伊要扶持你，伊永远无互异人摇抓。诗篇55篇22节，搁一解。就将你的担卸予耶和华，伊要扶持你，伊永远无互异人摇抓。诗篇55篇22节。下礼拜圣工分担，领唱赵一乐长老、司礼陈振辉长老、司琴黄慧谦兄弟。献诗是谢先甲玛娜，虽然是林中和执事甲郑金娇执事，交代是林中和执事甲陈爽和姊妹，音控是李尼博甲李成芬兄弟。拜三祈祷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林中和执事，要看撒母耳上卷25章。下主日礼拜。第二礼拜，甲欢喜礼拜拢共款吼，是廖温如传道吼，圣经啊圣诗，直接咱家己来看吼，等于准备。
咱搁来看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头一项，后礼拜的主日6月18是台北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廖文如团队要来请安甲报告，请兄弟关心台岛甲奉献，关心这个事工。第二，圣工事奉表下一季，请咱各团契准备来交予干事6月19进前，请咱交予干事来整理。第三，团契同工的改选，马拉团契第3届同工会长张信群、副会长张景元、书记周立健、会计林崇珍、少年团契会长陈佑新、文书陈义章、财务张技师、公关张信仪，要伫7月30来就任。第4点，成人主席学本日是1点到2点，伫咱地下室吼。陈嘉玲老师要来主持。第8是，我毋是迄个优待，嘛有准备简餐吼。第5点是恭喜陈佑珍甲沈淑欣夫妇吼平安得到一个公主，母子均安，愿主祝福吼。搁来补充是，互咱看见咱的事情如意吼，咱感谢主。伊经过这样病痛吼，当已经慢慢恢复，愿上帝祝福伊啦吼，已经恢复较完全吼。过来就是，请咱为着教会肉体软弱的兄弟吼，异地来祈祷啦吼，即咱名段咱家己来看。过2点8月2班，咱6月后礼拜甲后礼拜有共款有上课吼，1点到2点伫地下室1楼。地下1楼啦吼，有准备简餐。过1点是社区关怀据点吼，咱的社区关怀5点有要开一个对有较软弱的长者吼，一个班，做物理治疗师要来带领啦吼。对7月14到11月24，有拢19礼拜，下晡拜5下晡的1点到1点半到3点半2点钟久，伫咱旧堂。对象是第80岁以上的软弱的长者，也是患有巴金森氏症的长者，过来就有中风长者吼，也是有坐轮椅的长者，拢会当参加。这名额15名，限额15名啦吼。咱若有需要，也是讲咱的朋友、咱厝边有需要，先会当会当来报名。报名表迄个公告若有啦吼。若无咱甲咱的干事苏安讲，拜托伊甲伊到位咧卖使吼。这真难得个机会，这拢免费，吼，这免费，吼，咱这个课程真特别啦，吼。好，以上的报告，有新来朋友吼，来。大位兄弟平安吼。平安。今仔日真欢喜吼，有几位兄弟吼来到咱的中间吼，那都是社区关怀据点的兄弟吼。那第一位是陈月清姊妹，请起立。好来，请起来来讲好。真欢喜吼。第二位是陈琼慧姊妹。来，都是社区关怀据点的新来的朋友。第3位是施林峰姊妹，嘿，欢迎，咱欢迎你吼。那后面阁有2位也是关怀据点的。好来，起来咱看一下吼，姊妹，欢迎一下。咱真欢喜吼，第一摆来到咱的教会吼，甲咱三甲敬拜上帝吼，咱欢迎。真欢迎啦吼，咱社区关怀据点咱的长者吼，因为想讲要来了解来参加看卖吼，咱的礼拜状况吼情况吼，咱会当会后咱会当甲因拍招，应该有诶拢有捌看过，拢有熟悉啦吼，咱有迄个先头，咱会当欢迎因吼，因明年当继续来参加咱的礼拜吼。好，咱来吟所谓篇的诗，399首，
愿上主大人来，这是有因两遍吼。啊，请起立，今日线请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人来，应准备心内。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现行同在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咱彼此请安。